台湾彩券今仔日来公布着新春限定的2000块的刮刮乐，这届除了有3个2000万的头奖之外，另外阁有7个200万的，而且阁有免入的车哦。今年100万的特别奖项有400个，比去年加出100个，要互大家过年会当做公益，嘛帮家己扣出一包的大红包。想要抽大奖领红包，就看这摆尔。2020新春限定面额是2000块刮刮乐出马，今年头奖2000万的有3个，也有200万的加上7个160万块的免入的大奖有7个，100万的奖金有400个，比去年加100个。因为去年刮刮乐营收有够好，有623亿，比前年加113亿块，增加2成。就是希望讲过年的时，大家拢会使心想事成。5000块钱的奖项。那今年有超出48万个，比去年多出了25%，就能够早一点刮出大奖。刮刮乐让过年更快乐啊！当在刮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期待那个哇，我中了，然后我再去买。那烦恼讲无啥物偏财运，唔敢一摆下重本，那呢就试这个面额200块的100万年底奖金，冇100个100万机会。那样才可以有几率中奖，都会这样拿起来这样。透的那个光，然后我那其实看不出来。看财神爷到也未，新年一日到，大家拢希望讲新年钱会使算袂完，开袂了。